各位朋友，呢度有一個好好嘅弘揚中華文化嘅地方。東風喺呢度嚟，北風喺呢度嚟，西風喺呢度嚟，呢度就梗係擠一張麻雀台啦，要弘揚我哋嘅中國國粹啊嘛！當，今日又有好嘢介紹俾大家啦！100萬出頭，身後嘅呢一套仲要係核桃學區房，5個房間，附近5分鐘就可以到168超市，想唔想睇下？跟個鏡頭入去啊！入嚟就有一個獨立玄關，呢度你仲可以放好多嘢啦，放遮放鞋。呢邊仲有個房喎，一入嚟呢邊就有個房可以做書房啦。1800尺嘅生活空間，採光相當好，你睇佢個廳幾開闊，而且佢仲分嘅功能好好啊，1個廳、2個廳、3個廳。再睇下廚房嚟，呢個係一個開放式嘅廚房，哇！呢啲仲係實木嘅櫥櫃添，中唔中意啊？快睇下，爐頭、抽油煙機一應俱全。呢個係一個全新裝修嘅灣南學區獨立屋，5房3個衛浴，室內面積1832尺，佔地6550尺，雙車位，就喺168超市附近，生活便利。有興趣嘅歡迎嚟聯繫我睇房啦，唔好錯過啦！我係 Angel。记得点赞关注哦！